香港係一個生活節奏快速嘅國際城市，高效率同安全嘅貨運物流服務對企業同客戶都非常重要。但係點樣可以確保貨運物流服務公司嘅車隊安全同服務質素呢？為咗管理大型貨運物流車隊，先進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開發咗人工智能駕駛行為預測系統，能夠簡化同提升車隊管理嘅效率。系統利用先進嘅人工智能同數據分析，實時監控駕駛行為。通過手機嘅傳感器，捕捉關鍵嘅駕駛數據，例如行駛時使用手機、速度、急轉彎、剎車方式，同埋遵守交通規則嘅情況。系統分析呢啲數據後，會生成人工智能評分報告，幫助車隊管理員輕鬆識別風險駕駛行為同模式，從而進行針對性嘅培訓。總括而言，人工智能駕駛行為預測系統可以為大型貨運物流車隊提供高效率嘅管理方式，提升貨運物流車隊嘅質素，亦有助提高香港嘅道路安全。